Hello，Doctor 梁你好，係啊，我叫做陳慧敏，英文名叫做 Vivian。今日咧都想去 present 翻我嘅功課嘅。咁我會形容自己，我嘅召命咧係傳遞冠冕嘅僕人，係將耶穌基督嘅冠冕咧傳遞俾其他人嘅。咁喺幾十年前啦，因為屋企人同埋人際關係上邊有啲困局，所以咧就喺一個晚上喺自己嘅思想裏邊遊走於宇宙之中咧，去請神啦、耶穌啦去管理住我生命，承認以前嘅不是，唔認佢嘅錯啦，去重新咧讓佢咧去帶領同埋規劃我。去到疫情嘅時間咧，因為時間比較多啊，即係然後咧就再重新去探索翻宇宙嘅奇妙，從太陽系啦到宇宙嘅以外嘅宇宙，咁完全咧喺神嘅創造之中，覺得神不以往咧覺得神十分之勁，而家咧覺得神咧係千億個勁，引申出嚟嘅意思咧就係覺得神睇我哋，其實冇一個罪咧係大到唔能夠去包容嘅。信仰係 suppose 係開心、活潑同埋愉快，神都希望我哋係一個咧活潑嘅我哋，同佢去親近。與此同時咧，相比起宇宙之外嘅宇宙咧，我哋嘅小咧連微塵都不如。然而咧，神都對我哋都係關切同埋愛眷，佢係好 care 我哋嘅，He cares。佢嘅大，我哋嘅細，形成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。等我自己咧更加珍重翻我哋同埋我哋嘅角色同埋身份啦。喺成長嘅過程之中咧，其實自己都唔係好有自信啦，對事情咧亦都抱住好悲觀嘅睇法。好多時呢一件簡單嘅事都會用一啲好負面啦，或者覺得冇可能嘅情緒咧去面對。對於自己嘅身世啦、外表啦、人品，覺得哇樣樣都一無是處。神嘅愛啊，使我自己咧脫去咗舊人，穿上咗新人，對事情嘅睇法更加係180度嘅改變。對於大部分嘅事情咧，都抱住樂觀啦、做得到嘅態度咧去面對，而且咧更加肯定咧自己係朝住一個更加光明嘅道路，同神一步一步更加接近。因着咧跟隨耶穌嘅腳步啦，生命得到改變。而家嘅我咧，好有自信啦，站喺巨人嘅肩膊上，可以做大事、成大業，冇被嫌棄嘅感覺啊！對人生亦都充滿咗希望，做事咧自信咗好多，亦都咧更加自信心增強咗啦。我希望呢一種咧重新嘅體驗咧，能夠同其他人去分享。因為其實現世代嘅生活咧，好多人都面對住唔同嘅困難啦，同埋受苦，好需要咧信仰同埋耶穌咧，去俾佢哋換上一套新嘅裝備，去面對日後要走人生嘅道路。更加重要係讓佢哋帶上生命嘅冠冕，同我一樣將對人生咧重拾翻信心同埋盼望。喺93年嘅時候咧，有一位長者屬靈長者啦，送咗一本叫做《追龍》嘅書俾我。喺書裏邊咧認識到 Jacqueline Bollinger，佢領受召命啦，積極回應同埋咧實踐呢個見證咧，令我好受激勵。與此同時咧，佢喺一個香港人都唔願意去嘅地方，喺九龍城寨裏邊生活，傳福音，做青年工作，對抗罪惡，去為天國咧爭取靈魂。睇見咧，佢喺耶穌喺佢身上邊咧，成為咗一個保護盾。佢帶住尚方寶劍，披荊斬棘，喺九龍城寨咧默默耕耘咗幾十年。喺聖經以外，我就第一次咧喺文字之中咧就遇見神，所以呢本書對我嚟講咧係非常之有激勵啦，亦都奠定咗我日後咧喺對弱勢社群嘅負擔㗎。聖經中嘅金句啦，路加福音4章18至19節，主嘅靈在我身上，因為他用膏我，叫我傳福音給貧窮人，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，報告神悅納的禧年，成為咗成日激勵住我自己嘅金句。喺侍奉過程之中呢，一般教會嘅事工啊、事務啊都會做啊嚇，差傳部啊、牧養部、傳道部。咁職場上邊呢，亦都有團契搞 Alpha Course 咁，亦都自己呢，同同事做咗個團契啦，叫做 Redo 一陣咧會再講多少少。咁係事工就不嬲都做好多，一直好熱心服侍主嘅，喺唔同嘅侍奉崗位咧都離不開同福音有關係。咁相信咧，其實都應該唔會有點錯嘅咁樣樣，都應該係得到主嘅認同嘅。咁然而咧，最近嘅一次退休之中咧，得到更大嘅啟示，同埋更深嘅啟示，就係我同神嘅關係之中，服侍侍奉喺佢身邊，侍奉喺佢身邊，比起
一切都更加重要。事工絕對冇錯啦，但係同佢一齊去享受一個更加珍貴嘅時光咧，就更加重要。就好似瑪利亞選上上好嘅福分一樣。自己咧就係從事保險行業啦，超過20年啦。信仰咧喺我呢個行業嘅發展咧，好重要，好重要。由始至終咧都抱住為客戶洗腳嘅心態去服侍佢哋，好希望咧我能夠成為一個流通嘅管子，讓佢哋見到神。好多時咧，我對住客戶嘅心態咧，就算佢哋都唔係一啲好高預算嘅客人啦，但係我都會用諗辦法啦，用最頂流嘅服務咧去為佢哋服務，等佢哋咧覺得自己係尊貴。與此同時咧，因為投保保險咧，其實如果客人嘅身體狀況唔係咁理想咧，對於顧問嚟講咧，工作量會加重好多。然而咧，對我嚟講，我就特別咧喜歡去幫佢哋，希望能夠幫佢哋爭取到咧可以買到保險啦。雖然身體麻麻地啦，咁呢個係我自己嘅使命啦，係啦。咁希望喺個過程之中同佢哋分享信仰，讓佢哋遇見神，係啦，遇見神。希望佢哋知道咧，佢哋都係值得擁有咧，帶上光環，成為更加好嘅自己。我自己都好認同咧路德召命觀嘅，係啦，路德提倡聖俗不二分啦。召命唔單止屬於聖職人員，而且係每一個信徒都應該擁有嘅。人生在世啦，每一個人咧都有佢嘅崗位同埋職責，無論角色崗位點都好啦。人咧都係被呼召，人被呼召咧，無非都係為咗其他人去服侍同埋服務。好同意呢個講法，無論咧喺侍奉啦、職場啦或者家庭嘅環境裏邊咧，都有唔同嘅召命。每個人嘅召命都唔一樣，程度又唔同，範疇亦都各異。但係被召嘅意義咧，都無非係要去服侍人。喺屋企之中咧，都同侍奉職場咧嘅領袖都係同出一轍，就係藉住咧主耶穌嘅愛去建立每個人嘅冠冕咧去尋找出嚟。每個人恩賜同埋強項都唔一樣，點樣去發掘打磨確實咧就有好多智慧同埋啟示。與此同時咧，同家人有缺陷不足嘅時候咧，就希望用和諧嘅方法啦、調節啦、整理，然後發揮到咧神所賜嘅無限創意，造就鼓勵去建立同埋肯定屋企人服侍人嘅過程，成為咗神嘅行動。喺呢個行動之中咧，教我被釘死同埋更新，由屬肉體嘅變成屬靈嘅，係啦，將屋企人嘅生命嘅冠冕咧都係發掘尋找出嚟。咁頭先都有講啦，其中一個侍奉咧就係自己同幾個同事咧去創立咗一個團契叫 Redo 星啦。咁呢個團契咧覺得偶然發現咧，原來都唔係咁偶然嘅喎。點解咧？係大概2年前咧，我就覺得有個同事啦，阿 J 啦，就好中意唱歌。咁我覺得咧如果能夠將自己嘅恩賜咧成為服侍，係十分之正、十分之美好嘅。咁所以咧就聯絡咗自己嘅人脈網絡啦，去問下你哋機構需唔需要人去表演唱歌啊？專係啲為啲基層服務嘅。咁我哋成立咗Redo星咯喎。咁大概咧有10位同事咁輪流去服侍社區中心、老人院、其他機構咁啦，去唱歌仔、玩遊戲、派禮物咁。等到機構嘅同工咧都有即係可以歇息下啦，等佢唞下啦咁。咁當我思想啦，呢個事工跟我嘅召命有乜關係嘅時候咧，我最近就發現啦，原來咧我心裏邊指着一個好中意唱歌嘅 J 同事咧，原來佢有一個好悲痛同埋顛沛流離嘅童年嘅，跟住咧主耶穌嘅大愛，先至能夠將佢咧救出絕望嘅深淵。今日咧成立咗一個歌唱團體啦，而且咧特別咧係指向為佢而成立啊！我覺得咧係主耶穌送俾佢，係耶穌同佢講 I care，對佢係好關心嘅，將生命嘅冠冕賜俾佢，讓到佢感受到自己如何被看重同埋重視。咁呢個 Redo 星自己嗰個團體都有一個金句啦，就頭先路加福音4章18節嗰段啦。亦都有去到18區唔同嘅地方去唱歌，同啲老人家開心。藉住我哋少少嘅貢獻啦，就希望提供物質嘅富足啦、靈性嘅富足、關係嘅富足同埋動機嘅富足，送俾身邊唔同嘅人嘅。咁呢度係少少我哋嘅活動嘅花絮啦，係啦。係啦，咁亦都去到18區唔同嘅地方啦，我哋慢慢做，去到唔同嘅地方繼續 explore 嘅。
咁有啲遊戲內容啦，咁亦都有段經文咧去誒去誒去 support 住，係啦。咁我哋做呢件事咧，都係希望先祝福人啦，為同佢哋團契啦，然後去宣講天國來臨嘅。係啦咁就係呢度就係我嘅參考書目。好，唔該晒。